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3，约书亚记1章9节安尼讲：我敢无命令你吗？你就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因为阮无论倒位去，要甲阮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永存、永在、永活的全能上帝。你的权能遍满伫全地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。主啊，你的公义临到万邦，你的疼痛充满通世间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是阮一世人要学乐甲尊重的。主啊，当阮感觉惊吓的时，求你赐阮平安；当阮感觉软弱的时，求你赐阮开力。主啊，因为你敢无安尼命令阮，就是阮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阮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的确要甲阮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